回答这篇中黄玲芬前几天来台湾，表示讲需要愈侪晶片，但这阵的2纳米甲3纳米是做袂赴汤卖哦。经济部长金明兴今日嘛表示讲，政府一定会支持咱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。人工智慧带动台股的表现哦，伫10月指数就去2400点咯。也毋过哦，后续表现是爱个观察。AI 带动相关概念股行悬，台股伫咧10月也大起2400点。不过大家也关心，这边 AI 日调的动画股敢会变做水波化？因为初七美国股市4大指数有起有跌。初十台股虽然开悬，不过又按盘落28000点，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470，北九管到1475。AI 股这么是起最优惠。AI 确实涨多，它有泡沫的一个状况，但是在没有任何破裂状况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其实目前来看的话，我们会把 AI 定位在一个涨多之后的一个修正整理。专家讲，后礼拜三的回答财报，一个这礼拜三航海发射会，拢会牵动台股的强势。AI 需求强，就连 Meta 也宣布，未来3年要伫美国投资6000亿美金建设人工智慧基础设施。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，顶礼拜也来台湾讨晶片。这个显示出说 ，AI 的确是还在快速的发展当中。台湾的半导体的企业，我们政府还是支持的态度。经济部长方明兴讲，政府会支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求。但这点当初长魏铁家进前讲，希望政府斗相共找所在起抢。供应链团讲，在这点2纳米的制定，美国起几多间抢，以后台湾可能会起12间。这件事情对台积电来说是机会，也是风险。那机会就是来自于人工智慧这些需求都需要先进制程。那目前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领先竞争对手很多，所以几乎所有的订单都到台积电这边。那风险就在于把全部的资源都放在人工智慧的晶片，这个其实有过度集中的问题。专家认为，伫短期2年内 AI 也未水波化，不过就要看这2年内 AI 的技术是毋是有突破。万一若是无，真侪应用就做袂到 ，AI 就可能产生水波化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